继续来看客家100个专题报道，阮白讲到舞台风的客家戏剧，大家温面到的拍入客家台戏，作为亚但是系讲忠孝节义一道的历史故事。也多年来客家舞台戏剧引来很多年呢。4年前又会提出客家歌舞剧复存家母爷，去年还有儿童音乐剧系阿弟鼓，为民众有更多机会来接触客家的表演艺术。客家100内列专题报道，从每样视频嘅最后一集，而带大家看下一看客家戏曲也100年来嘅发展。当新节嘅起点重现奥多曼一场，沙田又系精彩嘅表演。从今一晚，南美人大插播开单，西方人带定立马紧扎插，就连复放手头舞台风，希望介将现代老传统客家土雅无腔样嘅时空，无腔样嘅场景相独特。2007年，透过家戏剧院演出嘅复存家母爷，唔但唱起历史上跳跃出客家歌舞剧，还本大家看到客家戏剧原来还做得按样表演。请你有礼貌一点，叫我刘丽君。对莎士比亚有名嘅剧本《顺汉记》改编来嘅复存家母爷，用客家现代同传统客家元素，将音乐、舞蹈、戏剧用客家嘅方式来做，创造出客家表演艺术嘅新气象。所以一开始就有设定说，可能要做双声双旦，就做一个类似贴近客家、半都市客家的，然后现代青年人的生活，现代青年人的爱情啊，或者婚姻啊。现代式的方式呢，歌老舞蹈，以及呢老文学，老上港美学的综合的一种的作品。虽然讲表现客家的精神，但是佢注入的呢是新的元素、新的法律、生命力。腐败邪呐，国家太重还有唔低，他自己讲咯，妇女鞋，太衰硬。是讲行都转戏，跳摆用传统三角采茶戏做基础嘅客家台戏，当受到大家欢迎。下后停电6、7、6年代，电视、电影、老广播渐来渐普遍，民间戏剧嘅生存空间遇到动态嘅挑战。不过同客家戏来比，歌仔戏实做得同民间戏剧界保留定当重要嘅位置。有部分嘅客家戏曲就同安尼嘅潮流当中，天天呢受到歌仔戏嘅同化。讲到客家戏曲，当然肯定会想到客家台戏，无像采茶戏。不过一按多年来，客家戏曲竟改变。前几年呢，客家歌舞剧嘅开始就是复存家母爷。不过当时演出场次有限多，民众做得去看嘅机会唔多。故从2010年，客委会同民间剧团合作，打造出另外一项素创，就是当时客家长带着声音嚟向下去看嘅客家儿童音乐剧《嘿阿弟鼓》。我们想象中的一个非常现代的、摩登的，做完之后，希望这个东西可以到处去表演。比如说，在今年3场正式表演完，明年去客家村，将来可以走全世界表演，让人家看到说客家文化不是想象中那个简单的东西。我觉得今天不管怎么做都可以，但是要有延续性。如果你今天只是放烟火，就是集中短时间之内集中人力、物力、金钱、时间，然后瞬间燃烧殆尽的话，那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放烟火，绚烂一时，可是留不下任何的东西。这是最新的资料，把空头的结果已经袂超过10万张呢。另外一出歌舞剧《四月梦忆》。同样咪系家庭音乐老舞蹈，带领大家都转去3、4、6年代客家音乐开始听一些嘅生长环境，呢度看得出当时嘅文化背景，客家合法、福乐、方言、日本化插定来讲，成功上到各族群嘅观众来欣赏，还做得讲特长都蔓延，超到年。可能也100年来客家表演艺术嘅转变，
传统台戏虽然是当到总比当好看嘅，咪知道当感通嘅，不过艺术形式总唔得就按呢唔去改变，天初会加入新嘅艺术创意，将快个出圈，快个时态，向汉啊当年来集圈客家文化。按呢新客家戏曲将会变作出现一摆超模特嘅灿烂火花。客家新闻番权费系列综合报道。